目前全台湾的村里长女性的比率仅16.6%。台湾妇女团体全国联合会举办女性村里长培育工作坊，目前培训30外的女性，要拼年底的村里长选举，希望会当来提升女性伫基层的参政比率。女人当家，从你做起；女人当家，从我做起。 30几个女性村里长参选人夜期宣示因要当选的决心。台湾妇女团体全国联合会举办女村里长参选培育工作坊，希望冲破目前女性村里长仅16.6%的比例。女性的职工有70%左右，但是呢，到管理阶层啊，比如讲里长啊，这个该站的时阵，人就变少少，这可能就是讲，因为咱传统的拢是那个查某人，就是爱负担的。 照顾家庭照顾的责任。1、2、3，走！打破女性伫厝里照顾家庭的刻板印象，这个女性参选人来自各地，年岁经验拢无同，有退休咧顾孙的阿嬷，嘛有转去故乡开咖啡厅的少年人。不过，因拢同款有一片为公众服务的心。我感觉讲，我即个做阿嬷，我袂使咧干那讲享受人生，逐工吃完了，我感觉迄无味啊！我应该为我家己的老年，甲为我囡仔的未来，甲我的阿孙啊，伫这个社区定做一个做宜居的社区，互大家大安尼。街头拜访的时阵，就得想讲，你遮细汉，你敢知你要创啥？你出来选选长，你敢知你要做啥？然后我就是甲我的政见、甲我的理念，都是一个甲因讲，我希望这个社区这个征头会当愈来愈好。 妇专会理事长陈秀芳表示，这个工作坊邀请专家甲有经验的村里长来分享，互遮的女性参选人会当学习参考，而且参选人之间互相讨论甲支持，互因袂阁孤单，伫参选路上行了阁较实在。记者林淑和、谢桂林新北报道。